任务呢，就是要来做导览志工。啊，要导览是导览什么？导览咱市政府内底。市政府，我市政府伫咧遐，国会在哦。来总统府开场啊，去市政府做节目安尼啦。不是啦。然后我先跟他们说，很欢迎来到台湾。欢迎您来到台湾啊！那他们来一路上有戴口罩吗？您来到台湾的时候，注意安全无好，注意安全无好。第一个口罩啦，口罩。口罩。听你讲完，我真正昏去。无共接对丁点啊，吴奖丁代表这个总统府内底有咧举办歌唱比赛。吴丁奖，恭喜第一代规定摆来红星月亮来比歌上阵。